member，咁佢睇完我哋呢個阿余教授嗰個反駁同埋係成件事啊嘅資料之後咧，佢都係有啲評論想講嘅。或者我哋坐過少少，俾佢坐落，大家埋翻少少，因為佢見啲聲唔咁大聲，得嚟尖塞坐逼啲啦。好，咁就大家都知道咧，呢件事開始嘅時候咧，我係冇參與。咁我係一路等，就係等緊一個報告，因為我其實喺中間嘅時候都曾經咧係同醫管局嘅總監梁栢賢醫生咧係問過佢。咁話你點樣去解決余教授呢個情況，余卓文嘅情況？咁佢話你不如等我哋嘅專家去做一個終結。咁喺我嚟之前呢，我所有嘅觀察呢，都係建基於呢一個醫管局嘅最後個報告，或者有幾點呢，我係喺呢個報告一個好基本上嘅一啲問題，我想指出嚟。呢個報告入邊呢，佢係用咗係兩位嘅專家啦，一位係意大利嘅專家，一位係瑞士嘅專家，而係喺11個個案入邊，有4個呢係左心室嘅左心二寬度係個手術呢嘅評論呢，大部分嘅一啲唔同意，即係話唔同意余教授嘅做法嘅評論呢，係一位係瑞士嘅專家係所做，而呢一位瑞士嘅專家呢，係冇做過嗰個手術。你知我都係做外科醫生，如果有一個人請我去寫個報告，係我冇做嗰個手術呢，其實我係冇資格寫嘅。如果醫管局係可以揾一個人連嗰個手術都冇做過，而接納佢作為一個專家證人，並且信納佢個報告呢，其實呢個機構呢，基本上係好有問題。如果佢呢個理據係成立嘅話呢，咁我都可以寫嘅，因為我都冇做過嗰個手術。但係我可以建基於呢醫管局俾我個報告呢，然後再出一個報告。呢啲係有點而近乎兒戲。第二點，大家都知道呢，呢個報告呢，建基於嗰個論點呢，就係喺之前醫管局同埋威爾斯醫院嘅一個調查委員會，包括呢，佢有幾個㗎。佢最主要呢，就係話余卓文呢，喺處理呢11個個案入邊呢，係有問題，甚至呢，喺佢個最初嘅大家見得到嘅批評入邊呢，佢係冇受過訓練，冇咁嘅資格去做。雖然呢兩位專家呢，其中一位呢，嗰個可信性呢受到質疑，不過呢個報告書亦都指出呢，喺所有大部分嘅指控入邊呢係唔成立，包括呢，佢哋會睇唔到喺呢11個個案入邊呢，余卓文呢係有任何我哋用英文叫 malpractice， 即係專業失德失當，一個都冇。佢有爭議嘅，無論係呢兩位嘅專家啦，即係瑞士同埋意大利嘅專家，或者醫學會，我都有睇到佢嘅專家呢，都係認為有一啲係好困難嘅個案呢，係好難去決定，或者好難將個責任呢係歸咎呢係嗰個進行手術嗰位醫生，即係余卓文。喺成個結論入邊呢，佢唯一呢係直接係覺得係余卓文呢係有問題嘅。我想講係兩個，而呢兩個呢係同成個最初個委員會呢係風馬牛不相及。呢個包括呢就係喺個結論嗰兩點，就係余卓文呢，佢作為一個醫生呢，就過分自信，拒絕團隊成員磨合，同埋呢佢個領導嘅才能係成疑。馮康又係咁，楊永強又係咁，梁栢賢都係咁。其實醫學界入邊呢，好多都人係咁。但係呢，如果用呢一個係成立嘅話呢，其實全部都應該唔使做，因為大家都要明白呢，如果你要批評一個人個過分自信，同人冇法子合作呢，我哋香港已經有代表㗎啦。
我哋嘅特首梁振英先生。我諗我哋第一個要佢呢，即係如果根據呢個報告嘅精神下台，就應該佢啦。冇一樣嘢做得到，但係邊可能醫管局有個報告個結論係建基於呢咁搞笑嘅一個要求呢？佢自己都過唔到。大家都知道呢，我都做過醫管局嘅即係董事。雖然因為講得太多嘢嚇，即係揭露太多黑幕，我就喺一屆之後冇再獲呢係委任。但係我好清楚呢，我哋當時睇所有嘅報告書係好嚴謹嘅。如果今日我喺醫管局嗰度係冇可能接納到呢一個報告書係可以咁樣去做，一個報告書嘅最初嘅要求同佢最後嘅審核嘅標準係完全唔一樣，你點可以接納呢個報告書呢？一個連手術都冇做過嘅所謂專家證人，你可以接納咗佢？呢個係天大嘅笑話。如果拎出嚟俾國際社會係笑到不得了。我唔知呢份報書拎咗去世界衛生組織，而家陳馮富珍做，不過就我都唔敢講係點，係冇可能接納呢一啲係一啲獨立嘅調查。我亦都睇到一啲嘅報道呢，呢兩位專家呢，其實喺2010年開始呢，就同埋一啲投訴嘅醫生同埋佢哋醫管局自己嘅委員會嘅主席呢，係已經有一啲非常緊密嘅合作。佢哋共同成立一啲組織，共同咧喺過去嗰2年咧係主持會議。老老實實，我都係呢行出身，呢一啲嘅關係咧，其實係瓜田李下。如果我今日我有機會仲係坐喺個局入邊，我唔可以接納一個所謂獨立嘅專家咧，係同佢嘅投訴人。同埋第一個我哋覺得有問題嘅報告係有千絲萬縷嘅關係，呢啲唔可以過嘅。所以整體嚟講呢，其實醫管局成個處理，由佢最初封刀，去到而家委任呢一啲嘅所謂專家信納呢個報告呢，都係喺行政上呢係嚴重失當。不過呢，呢兩位專家呢都有幾個觀點呢係值得我哋深思。佢指出咗喺呢件事處理入邊呢係相當不當。大家都知道喺呢咁多頁嘅報書入邊呢係提到喺最初處理暫停余卓文嘅臨床嗰個手術嘅時候呢，係可以一個局外人都冇。呢個獨立調查入邊係指出係相當係不正常嘅做法。第二呢，就係話喺呢間醫院，即係威爾斯醫院入邊呢，佢嗰個臨床嘅管治呢係極之不清。中文大學醫學院同埋威爾斯醫院呢係權責不清。其實呢件事係一個好嚴重嘅，因為點解呢？大家都知道，雖然呢中文大學係使用呢間醫學院，但係佢呢係受咗公帑，係要喺呢一個區入邊呢提供服務。佢唔可以基於大學入邊一啲內部嘅，唔好意思啊，即係我作為外人呢係一個政治嘅鬥爭呢，而係犧牲咗佢嘅臨床服務。你大學入邊打生打死一件事，你唔係可以攞個病人嚟靠飛，亦都唔可以呢攞呢一樣嘢呢作為你嘅籌碼。而醫管局縱容咗中文大學醫學院，將呢個封刀作為一個政治嘅鬥爭嘅手段呢，係極之不光彩。我重申係極之不光彩。我睇返成個報告先至知道，原來一個好關鍵嘅人物呢喺入邊呢係冇提及。我唔知點解喺呢一批嘅投訴人第一次啟動呢一個事件嘅時候呢，佢係揾咗當時其實而家都係嘅中大校長。點解係有一個臨床上嘅問題去揾中大校長去解決，而中大校長呢係指導佢哋揾醫院嘅行政當局去解決呢一個原本係一個中大嘅內部嘅事情？點解可以咁扭教？沈祖堯喺呢件事入邊呢，大家都知道呢係企圖係置身度外。不過我睇返成個報告呢，其實佢係水洗都唔清。
最後呢，對於封都嘅決定呢，我有咁嘅觀察。喺冇幾耐之前，伊利沙伯醫院呢都有一個係過期線嘅問題，大家都知道。當時係239個病人呢係受到影響。根據報道，33個病人呢係死咗，死亡率係13.8%。如果醫管局用佢自己當時嘅做法，成間伊利沙伯所有嘅胸肺外科醫生都應該立刻停咗啦。13.8嘅死亡率啊，係不能接受。世界水準係唔超過5%。不過原來呢13.8嘅死亡率呢，我自己 check 翻呢，亦都同啲醫生傾過，唔係即時嘅死亡，係計佢一個長期嘅死亡率。其實正正呢，係今次我哋指控余卓文嘅所謂 PCI， 即係話呢，唔係去喺公道地睇佢做完手術嗰個時間，係睇佢半年啊、12個月啊、18個月。大家都知道呢，接受呢啲心胸外科嘅手術，或者而家呢11個個案入邊呢，有啲係極其困難嘅奇難雜症。如果用呢個標準，你再扯長啲嘅話呢，你唔好攞10年，個都死晒嘅。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個個都死晒。咁所以呢，呢個你話唔合格嘅報告書入邊都指出一個呢，呢一個所謂最初嗰個audit， 即係話佢嗰個監察審計報告呢係過唔到骨嘅，即係話佢最初投訴嗰個審計報告呢係唔合格。你做咗幾耐醫生？20幾年。佢做20幾年醫生，佢剪佢半年，仲要係最特殊嗰幾個症，然後用呢個方法呢係停止佢嘅職務。如果我哋今日係仲係喺醫管局入邊嘅話呢，如果我哋縱容一間醫院、一間教學醫院可以咁做嘅話呢，其實香港嘅醫療嘅服務同埋醫療制度呢係絕對係冇運行。因為大家要明白呢，唔係咁樣去管治一間醫院嘅。如果作為醫管局見到中大係一啲政治上嘅問題嘅，佢應該係做公正地去做一個裁決。有關於中大中大醫學院入邊本身一啲利益上嘅問題，你哋自己慢慢解決佢。但係病人嘅服務同埋佢個安危呢係唔可以放棄嘅，否則嘅話呢就唔應該交俾教學醫院去做。因為你冇可能將所有嘅病人嘅服務係建基於一啲意氣之爭，或者我自己局外人啊，唔好意思，即係我唔知余卓文同唔同意，係一啲醫學院入邊嘅政治鬥爭，呢個絕對不能成立。威爾斯用嗰幾廿億係公帑嚟嘅，每一個病人佢都應該盡量咧用社會嘅資源去做，係唔可以咁樣做。我哋有責任，雖然我今日唔係醫管局，我覺得如果係醫管局嘅話，而唔係撥亂反正，係糾正中文大學醫學院同埋威爾斯醫院騰楞加關楞騰嘅一啲嘅關係，唔係撥亂反正，將呢一個所謂臨時嘅風刀呢係正面去處理嘅話呢，無論係梁柏賢或者而家個董事局呢，係責無旁貸，係對唔住香港人。我覺得呢件事去到而家呢，如果醫管局又好，沈祖堯又好，匿埋咗喺後邊，仍然係不作正面嘅回應呢，我哋不能接受。亦都作為醫生呢，我覺得呢個係羞恥嚟，我哋唔可以接納呢樣嘢。兩位嘅涉事人呢，都係我識多年嘅朋友，兩個一個高我2班，一個高我4班，我識咗佢哋好耐。但係喺呢一件事入邊呢，如果佢哋有唔對嘅地方呢，佢應該正面去面對。醫管局係唔可以再呢件事呢係再煎熬落去。對於病人，對於余卓文呢係絕對唔公道。我係會鍥而不捨同埋涂謹申一齊呢，係就呢件事呢係要揾得出一個公義嘅。我係支持佢，多謝。